大家好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執行嗰個美國第一政策，以及全球關稅戰，佢嘅盟友都打埋一份，實行呢個孤立政策。佢嘅施政方針朝令夕改，改完又改，令人無所適從。加上佢國內嘅精簡政府結構同埋啲關稅政策，令到好多人都受到損失。加上又對俄烏戰爭表現得曖昧，所以不滿嘅情緒不斷積壓。各地都亦有反對特朗普嘅呼聲同遊行啊！美國股票大幅調整，開始進入熊市，好多人都損失慘重。Tesla 嘅股價喺過去3個月裏邊暴跌近50%，連幫特朗普嘅馬斯克嘅公司都損失慘重。其實講特朗普嘅八字嗰個時候，我都準備咗講佢施政會如何，結果會點。不過一直冇乜時間，同埋經過咗咁耐，都發覺特朗普真係會咁樣。而家我哋用特朗普就職嘅時間，用天星八字解說特朗普嘅施政同埋結果。喺2025年1月20日，美國總統就職日嘅占星盤上面，可以透露到特朗普施政嘅重心及佢嘅方向。第一點係關於科技同埋 AI 方面嘅改革。喺第一宮裏邊係代表人民宮，代表着美國同埋美國嘅市民。天王星喺金牛座進入咗美國星盤嘅第一宮，表示特朗普會強調改革對於自我身份嘅價值，例如美國第一呢句話都係特朗普一直以來施政嘅理念。天王星代表改革、改變啊嘛，創新同埋科技進步。而金牛座係關注物質資源同埋穩定性，亦都可以代表財富啦。當天王星進入金牛座第一宮嘅時候，象徵住美國政府同埋國家嘅整體結構將會進行重大嘅技術革新。呢度揭示咗特朗普將會提出使用 AI 電腦科技同埋自動化技術喺政府運營中應用，特別係如何通過呢啲咁嘅技術提升營運效率同埋削減政府機構中嘅冗員人力。呢一個改革與特朗普所創立嘅政府效率部門密切相關。呢個部門由 Elon Musk 領導。天王星喺呢個位置，表示美國將會尋求喺 AI 領域嘅領先地位，並且加以大力投資喺新技術方面。天王星落合火星，先進嘅科技 AI 亦都會進入軍事系統之中。估計美國軍事同埋實力可能有更多嘅突破。呢個天王星進入金牛座，亦都可能促進世界上對現有金融經濟系統同埋貨幣政策嘅深度重構。而美國或者其他國家，尤其係中國或者係歐洲，亦都會推出新嘅虛擬貨幣產品或者數字產品，並且創造一啲比較有系統同埋正統啲嘅數字貨幣交易方式，衝擊美元嘅支配世界地位。因此美國同埋美元開始喺國際上嘅影響力將會大不如前，美元亦都會慢慢衰落。我哋見到冥王星喺第10宮裏邊。第10宮代表特朗普同埋政府班子，冥王星代表死亡重生，即係又死亡又會重生，即係大改革啦，或者係大變動啦。暗示未來幾年呢係美國政府深刻痛苦改革嘅時期，並且預示着美國國家形象嘅根本改變啦。冥王星代表死亡同埋重生啦，所以好多政府嘅官員都俾炒魷魚。火星喺對面衝過嚟，衝到冥王星同埋太陽。太陽星可以代表領導人啦，即係特朗普。估計美國咧喺國際上俾人挑逗，而發生擦槍走火，甚至係戰爭。所以呢啲事咧處理得唔好咧，就有機會出現戰爭咯。嗱，加上月亮喺呢度，月亮可以代表人民啦，同埋佢嘅情緒。因為月亮同呢個火星又相刑，亦都同水星相刑。所以又會有好多嘅市民呢係出嚟反對特朗普嘅驅逐移民同埋關稅政策喎，而國內外反對嘅聲音此起彼落，令到特朗普嘅民望下降到新低點。而特朗普本人仍然有機會呢，亦會有傷災或者係俾人襲擊喎。兩個拍檔嘅馬斯克嘅電動車就不斷俾人哋破壞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當人見到呢個冥王星喺呢度，
特朗普亦都有機會咧做得唔好而下台，甚至係做唔到尾喎。咁我哋要睇下特朗普識唔識轉彎，轉得夠唔夠快啦。第二宮代表財帛宮，係主宰美國嘅經濟、美元嘅穩定性。宮主星係水星，水星喺呢個位置，亦都到火星同埋月亮嘅刑沖。特朗普喺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同埋關稅問題上出現嘅極端立場，不僅會損害美國嘅經濟，令到股市下滑，並且會搖動供應鏈，令到全球嘅經濟惡化落去，亦都代表美元會疲弱，金融體系不穩定，全世界嘅經濟可能由美國開始，亦都可能俾特朗普拖衰落去。第四宮代表地產宮，佢嘅主星係月亮喎。頭先講過，月亮喺一個占星裏邊嘅狀態係比較差啦，所以美國房地產亦都會跟住下跌。第五宮主宰股票市場同埋投資，第五宮嘅主星係太陽，太陽喺呢度同冥王星相合，而太陽同冥王星都被火星刑沖喎。冥王星又都代表死亡重生啊嘛，所以股市咪會有急劇下跌咯，大上大落，好多個資金會撤出美國。如果繼續係咁落去，搞得唔好嘅話，一定係會令到投資都停滯。跟住我哋睇下第七宮。第七宮係代表外交事務同埋國際關係。第七宮嘅主星係火星，火星代表野心、衝動。所以特朗普既有野心又衝動，脾氣又唔好，都會佔人便宜，搞什麼擴充版圖、發夢啦。剛才講過，火星受到刑沖啦，所以特朗普說話都比較粗鄙，經常出現侮辱他人，就要侮辱其他國家領導人。火星主宰嘅外交宮位，國際關係一定都唔會搞得好嘅，仲要加上刑沖添，貿易協定同埋國內嘅生活水準、失業率同埋通貨膨脹，預計將會達到驚人嘅水平。如果美國繼續堅持強硬關稅政策，將會令美國同埋其他國家都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嘅本命占星盤上升星就落入水瓶座，大約呢個位置應該係三合呢個第一宮，所以其實咧，特朗普係想同中國搞好呢個貿易，當然亦都係想佔中國嘅便宜啦，去解決美國長久以來嘅經濟問題同埋債務問題。因為第一宮嘅主星係金星，金星喺呢度會合到土星，土星代表壓力同埋阻滯，所以代表中美商討貿易過程咧，壓力重重，難以展開。你見主星又會合火星，火星又嚟衝佢哋，所以中美嘅關稅戰過程都係比較激烈。而且第一宮嘅木星又去迎呢個自己嘅主星，而金星又六合中國嘅上升星座，所以特朗普對中國政策既瘋狂又飄忽，但係實際上都係想做成所謂嘅生意。中國想唔想同美國做生意啊？梗係想啦。不過特朗普咁嘅瘋狂高關稅戰加落中國裏邊，而且態度又唔係咁好，所以特朗普如果唔改變對華嘅政策，唔係講一套做一套，中國真係應該奉陪到底。美國大部分嘅人啊，長久以來都用慣咗中國貨啦，去淘寶啊、書煙啊等等呢啲咁嘅平價又優質嘅貨品。如果冇中國貨輸入，美國一般市民又會點會俾得起美國自己製造嘅品牌同埋貨物啊？特朗普想自己喺美國設廠，取代晒中國嘅輸入，係咪發夢呢？美國人一般中意揾幾多就做幾多，甚至係攞政府嘅津貼，逍遙自在咁過日神，邊度會好似我哋中國人咁勤力、咁搏命去做嘢？人工又平，效率又高，質素都唔錯。美國啊，想做得到就奇啦。所以中美兩國繼續堅持打貿易戰，當然都會係兩敗俱傷。但係中國有好多盟友喎，可以慢慢開闢建立新嘅貿易，甚至新嘅交易貨幣。現在特朗普主張嘅美國，而家仲有幾多盟友呢？睇嚟美國要放棄一啲特別嘅原則嚟迎合中國嘅要求，先至有機會同中國繼續做貿易、做生意。否則兩個大國互相鬥落去，長期嚟講，一定係東升西降。
我哋再用八字睇下特朗普就職時間，就會知道啦。呢個就係特朗普就職時嘅時空八字啦，即係甲辰年丁丑月己丑日庚午時。你見到八字身旺，習氣格透出，傷官庚金，又冇財星，而傷官最唔喜歡見到嘅就係正官星，即係傷官見官啦，代表不滿事實，搞是搞非，口舌生非。八字裏邊冇明顯嘅財星，古書就會有講，傷官無財，非貧即巧，相當於一個人啊，只有思路，淨係識吹水，冇實際嘅能力去揾錢，即係揾唔到咩錢嘅格局。我見到月柱上面有丁火偏印星，又做唔到呢個傷官配印，即係丁火可以略為克制一下傷官星，令佢收斂下。而呢個格局就比正宗嘅傷官配印低好多啦。另外咧，日祿歸時沒官星，號青雲德祿啊嘛。可惜現在就見到正官星喺呢個年干上面喎。本來咧想用呢個傷官去呢個正官，叫做傷官相盡，但係而家咧就傷官相不盡啦，因為咧呢度有丁火回克嘛，而神土亦都裏邊藏有官煞，所以呢個格局亦都係有問題喎，難以大富大貴。兩個格局都麻麻地，而且兩個格局係互相排斥嘅喎。既然想去正官星，又夾比合翻正官，真係來來回回扭扭擰擰舉棋不定嗰個狀態。換言之，美國喺特朗普執政之下，將會令到美國不能傷官相盡，無法成為新嘅強大王國，亦都冇可能成為 American Big Again， 只能夠成為一個普通國家，有啲 AI 軍事嚇人咁樣，並唔能夠令美國重新強壯起來，號令天下。甚至特朗普做得唔好，或者係更進一步惡劣下去，美國將會成為孤島，經濟、國力同埋影響力大不如前，只能夠自嗨自讚啫。睇完天星盤同埋八字命盤，我覺得特朗普同中國喺呢個新曆5月同6月仍然有機會達成一啲協議。特朗普最好就把握呢個時機，喺新曆5月同6月同中國達成協議，做到中美雙贏。如果唔係一直對抗，搞到新曆7月甚至立秋後就難講啦。特朗普嘅麻煩同壓力就會越嚟越大。希望特朗普放下執着，讓世界大家一齊進步，生活更美好。今日講到呢度，歡迎大家留言點讚同埋訂閱，多謝大家收睇，拜拜。